从前，那把你去看中，俺你看比帮在去的呀。但是俺从伢们都尝试看了，将来要不听的女儿都给去他们着。哦，这个对了。看你女儿都就跟那啥看着是听着有。演到有，记得的。俺做开始要不在那啥看着去女儿的，周末摸不起给他丈夫跟着去的，还得点么子的。有，俺的所以呢，那啥看着没呢？哦，你把他们激动的呢，送吧，去没送吧激动，你把他们掐起，俺的你掐一点不？哦，俺的爹自己切切的不？俺的没出没，他猪把扎送，是你把那专门扎的，俺的那个做猪片的那可拉的啦，拉的，俺的工资干怎样？看自己的。这了哦，当你从下的，他开始你去做这牛有的啦，他的工看着你记得挺好牛，这你懂生价是啥？你工资这原来做没那些个啥？这几懂生价是真的？哎啦，几懂生，哎啦，啊这样子去要不来的，挺好牛我嘛的去做我嘛的。你懂这他妈的，可是看着喷剧嘛的，可是。Oh God, please no, no. 啊，这样子。啊，扒了。几多一家的钱不？几多一家的钱？有啥的？他就你懂吗？这几多俺家的钱呀？当你穷的了，你从下你把的大家。走。哎呦，大，开始修了起。开始了是大。啊，去了哦呀，你把他们家激动送把去啊？那是看着没去的。哎，是你把那摁着。对。你怎么的事？哎，你怎么？哦，那啥看着，别要不多，但是所以呢，都就几百人多个，没多不那啥看着，但别要不多，公司看着马进来呢，求的。你懂俺家哦，没吃的，哎呀，你这么多，要不记得不牛？不，这个这没有。俺的了，他激动俺家的这的，工资几百起。工资几百么多？几。工资几百起。等俺牛我嘛去种我嘛的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不是那啥看着给家这么我的那啥看着没多。你懂你家？你懂你家的是工作这是。呀，他这么多，都恰就这，什么电子门这的么子恰就这。他跟我姐给吧了，那干啥的？可跟那你懂生这事啊？你激动俺家这事的。他给我们家呀，把激动住家去，他考个算了点了，你得激动俺家这去，去激动住家去。他这人呢，俺就是激动几家去，成交。激动几家打工的是头长。开张嘛。那啥看着那他别要不多个的，他激动几家是的，第一次去过的，但我俺怕总觉得我们家你家是，当俺去住去听着是吧？他激动几家人。他第一次他激动住家去。呀，他激动住家住去的住去。他激动几家住去的住去。我刚开上车的。激动住家住去的住去。开的。激动几家。他激动定家去，他激动定家呀，他开个这个。1800。等着讲，我差不多等着干的事呀，他们拉进去，他们拉进去的，我们讲的。都说没拉呀，我觉得。看个这真的狼不小，狼中咱得几万小。有，看着这个的了，有，那是这个的了。哦，但他的从事看呢，那啥看着激动，你把他们吃起，送把起，有啊，等钱老板有3个人呢。多么天动了拍球，赶紧去。